經書講，在詩篇41第1節咁樣講到，最快樂嘅人，或者最得福嘅人，就係要看顧人弱嘅人，要埋人要弱要問題要痛苦，自家要去看顧佢，要去照顧佢，自家就係最快樂嘅人。聖經講，但係呢，因為上帝要看自家做出好事出來，上帝當自家日下有問題之時。要為嘛計為危險傷害自家之時，上帝甲自家撇開，那所以自家要做好，要看顧人，最快樂嘅人，要上帝嘅保佑，要上帝嘅同在。詩篇41第2節咁樣講到，上帝保佑自家，照顧自家嘅生命，使到自家。上帝講呢，聖經講，自家在地球呢喺度，最快樂嘅。嗱，每人要相信上帝，要看顧呢度弱嘅人，看顧人有問題嘅人，自家世間呢喺度，地球呢喺度，自家屬於最快樂嘅人。嘅聖經講，因為上帝要看顧，上帝要保佑，上帝要看自家係講要危險嘅撇走，要人顧害自家，上帝嘅撇走，要人係滅自家，上帝冇本嘅攔滅。嗱，上帝祝福，阿門。